顧博士極力推薦忌丁酸鹽，其實可透過服用蘋果果膠，響腸道經益生菌轉化出嚟，而且呢種轉化丁酸鹽記方法會響腸道直接吸收，免受消化影響，即使3歲以上兒童亦可使用。丁酸鹽有效抑制 HDAC 酵素，抑制後有3種主要功效。首先係喚醒人類天生嘅抗還記功能，將變異細胞交俾免疫系統處理。第二點就係改善自體免疫失調，讓自體細胞提醒免疫系統唔好錯誤攻擊。第三點就係提升腦部 BDNF 同埋 GDNF， 有助穩定情緒，提升記憶力，紓壓解鬱，認知清晰。除咗轉化丁酸鹽之外，德信健超凡蘋果果膠原飲本身亦係一個超級益生元配方，每包有2克 USB 醫療級德國製造蘋果果膠及4克比利時製造益生元谷糖富集低聚果糖，能夠響腸道前部到尾部都可以發揮作用，唔會造成益生菌生態不平衡，有效激活益生菌，令到益生菌更活躍、更快增殖，係服用益生菌人士必選配搭。而蘋果果膠亦係一個好好嘅人體清道夫，有效將身體嘅重金屬、有害物質同埋毒素排走。大家要清楚知道，德信健超凡蘋果果膠原飲唔係市面上用嚟做代餐嗰種膳食纖維級嘅蘋果果膠，而係一種有美國藥典認證標準嘅醫療級超級益生元，而且每包一共6克都係有效成分，唔好揀錯啊！